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自己伫你的会中，主啊，阮每一个人的心上拢有家己的软者。亲爱的主，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伫这段时间，愿你怜悯你的囝儿，你的查某囝，借着经文，阁有你圣神的大开力来做工，互阮学习会当了解你，倚靠你，知影你是阮生命中上介大的安慰，帮助阮听到你的话时，就会当哪听你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伫今仔日的这段经文，就是路加福音的经文，是咱中间有真侪朋友，也是兄弟姊妹真熟的一段经文。这段经文呢，是耶稣讲起上帝的厝，亲像什么款所讲的一个比喻。啊，这个比喻内面吼，咱会当看去，伊讲到这个厝内面有一个老爸，这个老爸有2个囝。啊，咱若是对这个故事有熟，就会感觉讲，哦，这个老爸遐尔啊温柔，毋过嘛感觉伊真可怜，因为伊的2个囝吼，第2个囝伫经文一开始就讲要分家产，要离开厝，要家己处理。啊，另外一个大囝。伫经文较后面的所在，咱会当看去讲，伊虽然逐工和老爸做要生活，毋过却和老爸的心要甲亲密。所以这个厝到底是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？是安怎上帝的厝有这2个囝，啊，这2个囝煞拢和老爸的心要甲亲密。所以咱着三甲来搁较详细了解这个厝发生什么代志。咱大先来看。这个厝内面的这个第2个囝，第2个囝记载伫第12节到13节，咱大先会当看去讲，伊经文一开始就要和伊的老爸来分家产。咱拢知影分家产是老爸活的时会当讲的话吗？敢袂使？无好吧？但是若是咱家己的囝儿讲，妈妈、爸爸，我即摆想要来和你分家产。安尼敢会感觉无法度吼？其实毋敢若是伫华人的社会啦，伫全世界吼，大部分的社会内面，老爸搁我搁伫世间顶面的时吼，和伊分家产，这是真不好的一个方式。这通常就是等于要甲迄个爸爸讲，爸爸你啥物时阵要过身？我要你的钱。所以即款实在是世间是。对老爸是一个真不好的一个互动，啊，对伊安尼经文安尼看，咱知影，其实伊真紧就想要和伊的厝来决断迄个关系。啊，伊摕了遮的钱财产，伊就想要去远远的所在，家己来发展，去遐找一个伊家己新的厝，另外一种的幸福，另外一种的疼，也是另外一种什么款的物件，是伊原本的厝无的，伊想要去远远的所在来找到迄个伊要买的东西，所以伊摕了遮的财产，伊去远远的所在，到煞尾咱看去伊伫远远的所在煞失袂去，伫遐流浪。这是第2个囝。啊，大囝发生什么代志？大囝吼。咱会当看去讲，伊虽然伫厝内面，毋过伊看到伊的亲弟弟对流浪转来了后，伊煞感觉真受气，伊就感觉讲，弟弟转来了后，爸爸竟然安尼甲伊好好款待，伊足受气的。所以咱伫经文28节就会当看去，伊讲，伊足受气，伊无法度入去到厝内面。来和伊的老婆，还是爸爸，还是弟弟来谈遐欢喜。伫29节，伊安尼讲，伊甲爸爸讲：“我对你非常顺服啊，我嘛无和我的朋友来黑白开遮的钱，来使用你的财产。毋过，这个小弟却开了所有你互伊的份。啊，你为着即款的人。”来抬一只牛，讲要做要欢喜，安尼敢有公平？所以这个大囝是真受气。
所以对这位大兄，伊讲的话，咱会当发现，这位大兄伊虽然是伫厝内面，伊虽然逐工和爸爸做伙生活，伊表面虽然有迄个老大吼，迄款真尊贵啊、真好的一个言行品德，毋过其实伊心内对无公平，也是讲伊无得到好的结果的即款代志，伊是真无爽快的。咱会当看伊讲，其实伊就亲像伊家己责任感的一个奴仆，所以当伊看到伊的弟弟倒来啉食快乐的时，伊是心生啊，佮受气。所以咱会当看起这个大兄，伊光明的外表的下面，其实有真深的黑暗，佮有怨愤，有真济的冷淡，真冷，迄个心是真冷的，无法度有人事的疼。所以吼，咱嘛定定听到人讲，这个老爸的两个囝，毋是干那细囝出去流浪，毋是干那细囝的心是失落的，这个大囝的心嘛是失迷伫黑暗中间，因为伊无法度来了解伊爸爸的心，嘛无法度来听伊的弟弟。所以，咱对即两个兄弟的性命，拢会当看起同一个状况，就是大囝。细囝对一开始对于伫即个厝，对即个厝的状况，拢有一个期待，毋过嘛拢无满意。吼，大囝的细囝就感觉讲，即个厝无伊要买物件，所以伊要去别个所在找。大囝就感觉讲，好啊，我伫即个厝好势，毋过我应该得到的，我的老爸拢无互我，所以即两个囝伫即个厝拢真无满意，因拢想要用家己的方式。家己期待的方式来管理因的产业，也是讲来管理因想要控制的物件，因想要得到的物件。毋过当即个厝无法度来合伫即两个兄弟的期待的时，因就拢失落，伊就拢失去了亲像老爸迄种的温柔的心。哇！所以因就真做伫家己的厝内面流浪，也是讲伫外面流浪的两个两个兄弟。所以，当咱安尼看，就会知影讲，伫上帝的厝内面，袂讲每一个人拢满意啦，袂讲每一个人拢伫对即个所在满意啊，合伫家己的期待。安尼，当咱的信仰的生活无合伫咱家己的期待的时，咱敢会真做大囝还是细囝的即款的状况？若是亲像细囝，有时咱伫天父的厝内面，渐渐无法度找到会当满足家己的心的迄款的友情，咱的心敢会开始对别个所在找更较好的成就感，更较好的疼，也是看起来更较好，更较有价值的身份，煞看轻上帝儿女的身份，也是讲有时咱嘛会亲像大囝。当家己长时间付出的快乐无得到理想的结果的时，心就开始失望、失志、冷淡。虽然伫天父的厝内面，却感觉到真忝，无法度阁继续来听、来怜悯、来包容。所以即两点，我家己在备班的时候，我愈来愈深来体会。其实，伫我家己在服侍少年人，咱教会内面较少年的兄弟姊妹的时，我家己真侪时阵嘛，就亲像细囝；真侪时阵嘛，就亲像大囝，是失迷伫家己的期待中间。我毋知影原来投入入教会的生活，会有遐尼侪的期待，嘛会互家己遐尼侪的压力。嘛会感觉到真侪欠缺，有时会感觉哇，遮个物件家己做无好，煞就感觉讲啊，好想要逃避哦，吼啊，有真侪所在感觉讲，我就亲像迄个细囝共款，想要追求迄个成就感，想要追求搁较侪搁较好的物件，到尾煞发现家己无有够样的疼，家己嘛无有够样的快乐。就亲像有时，当少年人的聚会的人数安尼有变化的时阵，也是更较起落真严重的时阵，
我时常嘛会家己紧张，就想讲聚会结束了后，我就想要甲同工也是甲同学们讲，我今仔日讲甲有法度吸收，也是讲甲好无？吼啊，今仔日整个的聚会看起来比办起来安怎？我看起来介像是伫和少年人抬讲来了解讲今仔日的聚会感觉安怎？其实我若是家己一个人倒去厝的时，我拢知影，我是期待家己所付出的，家己所开了的时间有效果、有结果。若是这个结果无亲像我家己所期待的事，我的心就开始失落，我的心就开始会生气。这敢无亲像是大囝的心？当我家己开始感觉失志，我嘛毋知影家己开始嘛会想要为其他的方式，用其他的方面来满足，来互我的心更较满足。就亲像讲，我就想要想要对汉人的互动，而是更较济交陪来得到娱乐。我嘛会想要更较济的互使，来互我来得到人的娱乐。我有时嘛会想要家己装甲水水，安尼互人娱乐。所以大款会无满足，拢互我开始找求大款无所在，大款所在会来满足我家己空虚的心。所以渐渐有时我袂讲，搁较济，所以渐渐我袂敢讲有人来甲我交叉，我家己咧备办后事的时，应该有人向我交陪是真好的代志啊。毋过当我开始自我中心的时，我煞袂爱互人搅扰。久了后，我才发现讲，我伫备办的时，伫备办后事的时，是安怎我想的拢是我家己，拢是我家己真紧张啊，真焦虑啊，真想要得到娱乐。这毋是就亲像细囝共款。所以面对无法度有理想的结果的一个状况，面对心内的无满足，面对大款期待的失落，时常互人对天父温暖的怀抱中来失落。搁较侪时阵，我家己祈祷的是开始讲：上帝，你是安怎无要甲我帮助？却袂记得去问讲：天父上帝，你伫阮的中间在做啥物？安尼人要安怎？咱若线下看经文，就会看去讲，上帝无甲人去设伫流浪的状况的内面。咱若线下来看经文，就会看去讲，即两位大囝细囝因离开天父的温柔真久的时阵，代志就开始有变化。大生是细囝。细囝伊看去，咱会当看去讲，当细囝伊欠缺到一个极限的时阵，伊就发现讲，伊家己安尼生活，家己靠家己的气力来活，哪活哪善食，哪活哪枵过，所以伊就醒起来，伊就想起讲，天父兄有教育的自由，阁有丰盛，所以伊就转去找天父。伊就家己感觉真失礼，所以伊就备办迄个会室的。食的话，伊就要备办要转去。伊转的时，经文进行甲真紧。伊一转去厝，还袂到厝，伫经文的20节，咱会当看去经文就讲，迄个时阵，第二个囝离厝又较远远的时，老爸就看起伊，这老爸做三个动作。第一，伊看起这个囝；第二，伊就感觉怜悯。第三，伊就走过去，甲伊揽的，甲伊斟。啊，当这个细囝，伊就家己备办好的这个会室的遮个话，准备出来要和老爸讲的时，伊还袂讲了，这个老爸就讲，就甲伊切断，毋免互伊讲了。伊就邀请老伯摕上好的衫互伊穿，为伊来备办好的食物，为伊杀一只牛。伊无要互细囝长时间留伫迄种欠缺、失礼的状况的内面，这是天父互细囝的稳定。煞则是大囝，
咱会当看去，当大囝听着家己的弟弟倒去厝，伊无法度真心来接待的时，这个老爸嘛同款去找这个大囝。这个大囝看着老爸，伊就开始埋怨讲：你是安怎安尼对待我弟弟遐好？咱就看去讲，这个老爸安怎回应？伊讲：囝，你时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拢是你的。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过我失去佮得到的，所以咱就做伙欢喜吧。所以对这两点，咱就会当看去讲，其实伫老爸拄着大囝甲细囝的这个状况的内面，咱拢看去老爸愿意走过去，伫这两个囝拢有迄个流浪的心的时，就甘伊染地，老爸就去甲因找着。咱当看去，当这两个囝想要家己救家己，所以开始真歹体会到天父的疼。也是伫天父的厝内面的听的时，这个老爸无甲这两个囝放杀，伫因家己的方式内面，上帝就走去甲这个囝找转来，邀请伊的囝讲：你莫阁用你迄款家己救家己的方式，你得用我的眼光，你得用我的眼光，阁有我即款听的方式来彼此相听，来彼此享受。我互恁的听，所以当这两个囝还阁在失眠时，老爸就走过去甲因找。这个老爸的心情是甚物呢？伊等待家己的囝真久，遐尔啊久，咱拢知影老爸袂讲安尼走过去，甲囡仔揽的安尼真。毋过这位老爸真特别，伊等了真久啊。伊等大囝甲细囝拢等了真久啊，所以当伊的囝无法度入去到伊的厝的时，伊就走过去找因，甲因讲：转来我的厝，好无？有一位灵修的老师叫做卢云，伊捌真心来描写这位老爸的心情，可能是甚物？伊讲这位老爸因为伫等待囝儿的过程中，伊的心一定受真济苦。伊在等待伊的囝儿转来，伊的心已经受真济苦，所以伊完全无法度去关心家己。伊无计较讲我付出的，我失落的，伊敢若看到囝就欢喜，因为伊已经无啥物物件会当失落。所以当伊的囝伫伊的身躯边，也是要转来的时，伊敢若想要甲家己完全献互伊的囝儿，伊敢若想要为着伊的囝儿来倾注伊家己的性命，就是甲家己的性命完全拼空，互伊的囝儿。所以对经文中安尼看，咱看起这个爸爸完全无法度，完全无去想讲囝的好歹，伊敢若着想要听，因为伊伫失落的中间，一定放杀，想要掌控，想要要求的迄款的欲望。伊敢若单单想要听，伊等待真久的这两位的囝，所以就亲像经文所讲的，有时咱拢亲像细囝，原本规头壳拢敢若想家己的代志，敢若想家己的悲伤，敢若想家己的烦恼。有时嘛会亲像大囝，虽然伫上帝的厝，毋过确实想要踮遮来得到娱乐，得到成就感，得到真济对家己好的物件。若是遮会无得到，就会受气，就会失志，就无法度有真实的人自喜乐。毋过天父已经接到伊的大气力，用逐项的人事来医治大囝甲细囝。当阮无法度来家己救家己，用家己的方式来帮助家己的时，天父已经先走过来，甲阮抱，甲阮亲，甲阮讲：囝，莫阁用你家己的方式，我靠我，亲像我放杀，想要控制一切迄款的欲望，因为这是伫听的内面才会有的喜乐，嘛是伫听的内面才会有的痛苦。
所以即阵啊，我开始看一寡牧师的故事。我看起有一位吴牧师，伊是伫台北活水泉教会的一位牧师。这个活水泉教会，伊是伫服侍啉酒、啉水酒，佮有食赌的人。啊，我著看迄个牧师伊写的祈祷的批，伫迄个批的内面，这个吴牧师伊讲，伊真正吼每一工面对遮个啉酒醉的、食赌的，有时吼因啉酒啉醉，啊，佫会来教会内面吐，啊吐了就爱牧师甲因安怎，啊，佫有人会来爱钱、爱骗钱。所以，伊家己对伊服侍兄弟姊妹，其实有真侪野心，佮有受气。有一天，伊和伊教会一位兄弟，约好要去探访。毋过隔工，这位兄弟要来探访的时，伊出现咯。毋过伊是啉了酒啊，真醉，吼安尼举过来就是迄个喙拢是酒味，无说感觉真野心。毋过嘛是不要紧，犹原是带伊去探访，伊就带伊去病院，看伊要探访的病人。迄个伫看病人的时，吴牧师就邀请伊即位兄弟啉酒醉的兄弟讲，无你读圣经，互即位病人来听。即个啉酒醉的兄弟，伊就掀开圣经，伊就开始读。读的是因为伊有啉酒，所以读的是咧读啥拢听无。毋过伊家己看圣经的时，就直直流目屎，直直哭。安尼一边哭一边读，就甲圣经读了煞只吴牧师就陪病人祈祷，嘛陪即位啉酒醉的兄弟祈祷。吴牧师对着安尼的经历，伊伫伊的大道的批内面讲，伊感觉即工伊感觉真踏实，真踏实，因为伊知影其实虽然讲即个兄弟伊啉酒醉，毋过天父犹原伫伊的性命身上做工。伊看到伊即位啉酒醉的兄弟伫伊的边安尼真痛苦踮遐哭。伊嘛开始求主怜悯，讲主你嘛怜悯我。我下早是看到我的兄弟啉酒醉，我就生气的。我对伊真野心，感觉伊一太高。伊求主怜悯伊，亲像迄款有迄个大囝的心，因为伊对这个兄弟亲像圣神的做工，伊看起上帝已经走过来抱这位啉酒醉的兄弟，就亲像在抱迄个细囝共款。伊家己一开始真做一个大囝，无法度了解上帝的做工。毋过煞接伊嘛柔软，接受讲上帝已经在揽这位啉酒醉的兄弟，嘛开始用伊的大腿来医治伊受气，无法度宽包容的心。所以对这位牧师的分享的中间，我家己反省家己，发现家己时常伫无想到的所在，上帝已经在抱大大细细的兄弟姊妹，包括少年人。这个上帝的保护是我家己感觉真失志，也是焦虑，也是想要甲物件用好的时，我家己看无的。毋过当祈祷，也是读这个故事的时，我才看起讲，其实讲阮中间有真侪软者的兄弟，也是软者的兄弟姊妹，咱中间犹原有真侪天父已经甲咱铺地的记号。有真侪兄弟姊妹虽然软者，犹原想要读圣经，犹原想要祈祷，犹原嘛会彼此陪伴。其实嘛有真侪人来陪伴我。伫这个世上，伫教会，我时常看见天父，其实伊时常走过来，抱需要伊来抱的人，安慰伫服侍中感觉失落的迄款的心。所以伫遮用我牧师的故事，嘛用我家己的故事，邀请大家，咱中间若是有人伫家己的期待中，伫家己对教会委身的中间，有感觉失落的，有感觉失迷的，有感觉无法度过来继续听的，感觉家己愈服侍离天父愈远的人，敢愿意我转头看到迄位咱走来的爸，讲爸啊，
愿你帮助阮放下阮家己的方式，搁有欲望，搁有想要控制，搁有想要得到成就感的迄款的心，用你的仁爱，真心满足阮每一个人的软弱。阮讲愿意活转头接受上帝的听，咱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无论阮来到教会偌久，阮真知影，当教会有时和家己的期待无共款的时，阮是遐尔啊容易真做细囝，外面来追求其他的满足，也是咱嘛真容易真做大囝，对逐项无亲像家己期待的代志，感觉着受气，失去了仁爱，搁有疼。毋过今仔日，阮看起，无论是大囝还是细囝，伊拢主动走过去，甲因看，甲因讲话，邀请因做伙转去到厝，做伙来啉食，做伙来享受你等待足久看到阮转来的听。所以愿主你的听，才做阮生命上界大的安慰。愿主你的听来帮助阮每一个伫软弱中感觉失败的囝儿。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